早晨啊！早晨啊！呢度唔係馬交，呢度係昂交，岸交。揚州冇炒飯，星洲冇炒米，長洲都冇賓客。呢度有個簾可以當育嬰室咁樣用咯，必要時拉埋佢。早晨啊！早晨啊！早晨啊！好曬啊！長洲賓客人數多，木蘭先凱撒沙律。
呢度係咩啊？賣舊波鞋咁樣，因為應該係荒廢咗嘅咖啡喎。章魚小丸子，見到咁晒又唔想行出去。齊歡，OK， 一切正常。咦，帶狗狗入嚟，狗狗可以坐船嘅咩？河口度假屋，早晨啊！呢啲可以車行李啊！早晨啊，各位。本地狗唔係啊。炸雪糕，早晨啊！早晨啊！呢度唔行得喎，啲單車陣。哇，好跣啊！唔好洗地得啦。晏啲先洗啦，等我走咗先啦。早晨啊！係啊，長洲啊，而家係。電器店，電器店，電器店，貓貓喺入面。貓貓係入，早晨啊！呢隻貓叫竹蔗或者茅根，佢有兩隻貓，佢又唔係賣涼茶喎，改啲咩竹蔗茅根嗰啲咁嘅名。影住佢打咗個大喊路。
個叫長洲鐵漢啊，食串燒啊，有燒煮，有煮蜆、大元貝，有鮑魚。北帝廟有2隻貓喎，冇遇過啊！咁耐都冇遇過。早晨啊，5000蚊啊！呢間我之前食過啊，咖喱飯喺出面坐，俾蚊咬到傻咗嗰次。5本書成千幾蚊，千幾蚊咪還好咯。火車頭夏日限定，火車頭米線，用 QR code 落單，坐個出面啦，不如費事收唔到，費事收唔到電話。QR code 落單，睇下先。沙爹米線54蚊，跟住有基本配料芫茜芹菜。跟住嘢飲咧，長洲頭豬站有去過。247，問下啲人直播住就唔入去啦，直播就唔入去啦，去嗰啲宗教嘅地方，即係除非好似黃大仙廟咁啊，係今日係旅遊景點咁又冇所謂。